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好，囡仔遐今日要来遮摕宝藏，你敢有信心？有。啊，你平常时敢有咧讲台语？哦。啊，等者哦，你若放好轻松，啊尽量讲，安尼就有机会摕到宝藏。好，啊加油哦！小猫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triệu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上漂泊、上缘投的囡仔遐，也阁有美美队长，恁好！来到神殿吼，千万唔通避暑，爱真欢喜，讲台语才会摕到宝藏。你讲好吗？好。啊，叫美美队长，你敢知影最近神殿哦？出现真侪狗兄呢！啊，那会出现这么侪狗兄是安怎？智慧之神有查到呢，伊讲哦，等这个哦树林，这个狗兄就会无去。啊，毋过哦，迄树林愈淡愈侪啦，造成我的困扰。啊，毋过哦，我对这个狗兄有淡薄仔研究，我想要知影哦，这个狗兄的生活是安怎，所以我想要问小朋友啊，若是有一天，你会当变成甲狗兄同款这么细只，对你的生活敢有啥物好处？我食的物件就会变做足大的。食物件比这足大的。是啊，哦，拢食袂了。行哦。搬物件的时阵足厉害。搬物件啊，迄狗兄若是咧搬迄食物的时阵，拢足厉害，气力足大。会当看到迄狗遐的棚坑内底有啥物碗糕。哦，伊的厝足细。对。会当入去足细的所在。哦，入去足细的所在。哇，大家哦，受这个画面拢非常厉害。也毋过，今仔日哦，对这个台语哦，爱非常研究，而且嘛爱笑眯眯，绝对就会摕到宝藏。所以今仔日的小朋友，有愿爱摕做恁的精神，也够困难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来湖北林溪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。哇，办到可能是爱穿啥？衣刀啊？衣刀啊，啊，搁有这个椅啊嘛，衣啊，嘿，嘿。啊，搁爱哦，行动迄种冷气。歹势，还是你即摆是咧讨论还是咧单车？是，你当做这公车牌啊？毋是，阮是咧讨论。你讨论啥物？阮大兴新店3000周年，我们要举办一个暗会，要办倒啦。无唔对，一个空龙暗会啦。欢乐暗会。嘿，来后来的小朋友是毋是？你们爱去穿一道的。好，爱纳钱哦。咱做功德。好啊。嘿，互因食免惊的啦。好。办桌，恁感觉办桌爱穿啥？香菇鸡汤。香菇鸡汤哦。哦，伊是菜式的部分。我有淡薄流水烂，你先去准备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多谢。麻烦你啊辛苦啊，辛苦啊！小朋友安尼徛到过熟啊。无安尼即马食人出2道菜2道菜还是1道，2出拢会使。来，先好，你讲一个。沙西米。水沙西米，两盘。你家己有爱食无？有哦。来，炒饭甲鱼啊。炒饭甲鱼啊。啊，恁感觉什么时阵会办到？结婚的时阵。对，嫁娶啊。啊，感觉有入厝的时阵。入厝。哇，入厝拍应该来办遮桌。好，安尼大家拢对迄个办桌的文化拢了解。好，啊，阮大兴新店3000年的周年庆，你有想要来？敢若还好，要紧，莫甲邀请，听无袂放啊。
有想要来无？别，即摆面子拢唔爱花，好无要紧，今仔日就是好好啊挑战，好好讲台语，大声讲出来，就有机会摕到，好唔好？好，有信心无？加油哦，힘내가！好康到相报，两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连要去倒一空，另外3个人就要讲出台罗拼音共声母的词，看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咧？伫即个新店啊，我上介意甲红吉吉白写算倒位。哦，恁平常时拢介意甲你的好朋友算啥物？还是去倒位耍的。像电动，哎呦，新好拍电动来拍戏你咧？拍倒球，拍倒球哦。倒球我感觉较困难对无？因为遐就溜俩的，而且足紧的，对不对？迄球足紧。其实你看有遮好朋友，还是讲甲厝内面的人啊做伙耍，这真正定数。所以来，就换恁手运动甲嘴运动啊！加油哦，힘내가！来，手运动哦！手运动，紧，有可能是电子哦。啊，放啊，弃够快，红明星啊！安怎念？水，豆奶，这水，咱豆的豆，咱豆的豆，豆仔该用的豆仔，豆仔，豆仔掉，豆仔嘛对来。豆仔，靠不来，靠不来。你爱先另外一边较过去迄边迄种忽然间迄个感觉球较会过。嘿，对。加油！有就好啊！啊，这个使，这个使。一样的，这简单。这个办法。哦，我你过来面，好，好你动哦，试看麦。好你过来面。不要紧。来，安怎念？各项，还是你要 pass，来。pass 啊，pass 来。我该用我。挂掉，来。来，变分数，去青色的哦，青色的哦。太简单嘞。太简单嘞，会当看后壁。一面，好过，排队好过。这么太好过，好爽嘛用。哎，安怎念？好帅好 H，好鱼啊，好呀对，要动，来加油，好戏，好心对，好人，好人啦，大家拢好人。够有机会。哎呦，时间是分时秒咧过，较紧的，有就好啦吼。归面，来，有就好啦。差几点啦？安怎念？心 S， 心鹅，心哦好，嬉笑的笑，笑对，皮笑，数量对，紧来数量哦，我嘛做数量分数的，紧来，有无？搁一个。凊彩，紧来，时间要到啊！时间到，咱来看卖到底钓几题，힘내가。头先伫球台这个组合哦，算是配合了袂歹。我看新号是足冷静的，啊你是用甲足忝。咱看卖第一个题目，红茶茶，讲看卖。豆啊，对，豆啊，题目。地当，地当，真好，所以好来，咱看后一题，雨伞的雨，太千秋，海千秋，哦，哦，红台，红台，还有水，好，水，阴阳，个，啊个，足牛的牛，咬，艺术。鸡泽，艺做迄个，拢总摕到10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第一关，互恁摕到一个金箍啊，后一关加油，准备接招，힘내가！爱讲才会赢，3个人会一直刷位，
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节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多就金箍箍通体。第二节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卖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。各位囡仔兄，我想要甲恁问一下，有两个词，恁敢知影什么意思？这个差别伫倒位？我后日要甲队长出去佚佗。我后日要甲队长出去佚佗，差别伫倒？明天跟后天。明仔载到后日，毋是哦，我就讲后日啦。后日是后天，啊后日敢知是啥？改天吗？就是算改天，未来。未来想要做啥？对，未来。啊，即马换恁来做过，来证明讲恁真正知影。我后日要甲阿爸去南投耍。水。好，有啊。安尼就对啊，安尼换你后日我后日想要做一个，做啥？做一个医生。水厉啦！害厉害！安尼有清楚啊，好大家拢知影。好，但是现实的题目要出来，请讲出有出也是来这个字的词，你的词出去嘛，对啊，出来，转来，转来，恁来甲出脱，出脱，好有来来去，好来变来变去，好出出来，出来，出来出来，出来，好出出山，对对出啥对，来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一样啊！对啦，应该来，是来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出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，来来去，出。出去佚佗，哦，出去，安尼使，出去会使对。出，你出头就多嘞，来，你来，入来对，入来，阿哥，来，来去夏威夷，袂使，伊来去讲去啊。是啊，我讲你要去倒，你讲来去日本嘛会使啊来去日。本，出现，出现，出现，出街，出街，出家，啊来咧来，来，变来变去变对。来变去，啊你起来，感觉什么事？来，未来啊，未来，对哦。将来，未来，落来，所以拢总是几题？11题。第好啦，好紧啦，好，换位啊，机会佫放伫我身上。好，换你啦。好，讲出甲地无量词相对应的词。好，第一个是食，食，我若是讲食，你拢讲猫啊，一只猫啊，啊无就是狗啊。好，啊，第二个是粒，一粒球。好，开始啊，现来个粒，一粒米，粒，一粒苹果，一粒苹果。食，一只鸟啊，食，只狗啊，粒，一粒山啊，食，一只猪，食猪，粒，一粒葡萄，一粒，哎呀，粒，会敢若足济咧。一粒塔马豆，粒香瓜豆。食，一只火鸡，一只火鸡，讲咩？一只土鸡，土鸡。大家拢买认输，咱就一只到6点。好，食，只好，一只阿米啊，一只阿米啊。食，一只鱼啊，哦，鱼啊算尾哦，鱼啊算尾哦。我要来办桌啊！我要来办桌。一只头啊，一只头啊，头啊，时间已经到啊，时间已经到啊一。只头啊。来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第一届哦，我喊你赢的这关。好，
我今日要办100度，请咱所有见证咱这个时阵的所有的朋友，多谢恁，多谢恁，谢谢。这个无赢啊！一只兔啊！时间你爱抓较准的，无要紧啊。安尼就甲所有的力头用了后一关好唔好？加油哦！好来，准备接招，引来卡。总共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我想要请问咱的队员，恁敢有啥物特别介意季节性的活动？就像春夏秋冬这四季节，恁介意做啥代志？冬天食食火锅，食火锅。我冬天拢食牛肉咯。冬天食羊肉咯。对啊。哦，介意食羊肉。你敢有爱浸温泉？有啊。啊，你捌去倒位浸过温泉？感觉遐温泉袂歹，要甲阮介绍的。关子岭。啊，关仔岭。哦呀，关仔岭。户外运动，去行行。好，即马就要甲阮这四位古水的动物带转去。有信心无？有。请就位，引来个。好，开始啊！开始。手啊压较悬的哦。你要加油啊！加油！好，来，起来，伊叫阿辉啊，伊叫阿辉啊，甲伊加油者。啊，手悬来，手悬来。阿威啊！加油！会过，好起来。好，来，小朋友来吃。你两个小朋友来吃。寒假甲作业。好，来，小朋友来吃。你两个小朋友来吃。寒假甲作业。今年的寒假爱写就做作业。好，水，好，对，这个过关。作业好，讲什么呢？较轻的哦。好我啦。你不要叫一个，叫一个，好我啦。好，好了啊，好了，冰刀。好我啦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哎呦，看到来，快跳过，跳过，啊你是4卡啦，跳袂过。卡掉的，卡掉的。哎呦，有机会哦！哎，较大嘞，来海过，来海过。拍，甲开心拍涂骹。加油啊！你有他大了嘞，他大了嘞，他大了嘞。过来过来，好我。小朋友来吃。里长跟高速公路。今年的里长要伫歇寒的时阵去高速公路。哦，来，就等下。阿仔，阿仔，哎阿仔做乜嘢嚟哦仔，较轻嘞，较轻嘞，加较轻。哎，较大了，该喊起你。阿仔加油啊！加油加油啊！哦！来去来去来去。可以起你，可以起你。我阿仔是上歹溜咧。辛苦就练精了。对吧？好，来来紧嘞，那有啥物着的啊？我若有时间就会去拍篮球。水，来，进来，时间要到啊，过来啊！较紧嘞。啊好。啊好啊。哎，较认真诶，你莫甲阮兜的狗踢死呢。啊，注意安全哦。 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好，耍。哦，这来跳没？来来，就这样，来，差7点就入去恁休困一下，啊，恁两个来出来，咱做伙复习。来这个所在。好，咱即摆来复习第一个题目，想串。寒假寒假，甲作业，我袂当连做伙哦。你搁咧串？我是要先让别人讲，还是你先讲？我先讲。好，你先讲。今仔日的寒假。今仔日今年啊？今年。哎，今年。诶，寒假，老师无互阮作业。咱甲这段加做一段影片，你就逐工传给老师。好的，康错老师。好，咱来看卖啊者后一个题目，里长甲高速公路。哦，先好。想要办到伫高速公路。哦，
对我会想要参加，啊，你我会讲叫警察来因为足特殊的嘛我，会叫警察来。因为咱佫通啊看车咧来来去去，对啊，选康宝啊，。佫有当时爱闪，啊，你那先红路，来啊，先讲咯。第那三题，有安怎就会安怎。若有看阮的节目，你就会晓讲台语，啊，是啦，就会晓讲台会语。晓讲台语好有效。安尼这样哦，拢会使啊。好，咱即马差不多啊，咱来看卖恁得到几题，拢总得到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可可。袂歹啊啦，你已经真拼，虽然有一关拢无摕到半个，即马目睭2个啊，有2届的机会，你感觉摕到？到底摕到无？现来讲。2届的机会，第一个动物要选啥？我选9号。这是9号。就好哦，好来，手甲放去。啊，轻轻啊我讲请饲落再饲落哦。第一个金可可就好，请饲落。哦。哇，数字，到5只最少1只。好，我来开机。上叫两支。 10支，10支。 2、3、我就那个啦。 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哎，这差了，哎呦，神决定了他。既然爱新民给你决定，还可以呢哦。很好，神说他不是。啊，所以可是当我选你嘛。啥啦？恁到底要选啥一？个就啊。他。好了好了，我开互你看好无？就是这个啦。无我唔知啊，哦，恁想要饲落哦。先开黑。我先讲，哪里？来，咱饲落看卖，请饲落。我不真正。哇，我无甲恁骗啊。不会了，不会选你。我会传你。佫有新民要问无？头先你是问倒一尊？恁头先问倒一尊？马总。马总。啊，即摆要问啥？宝贝，我的宝贝。要问啥？啊，这宝贝。我会做乖物件。金可可借你，金可可借你啦。安尼一个就用的啦，一边啊，正两面个啦，两个啦，啊，一正一反啦。一正一反哦。阿哥，请你保庇我。笑尾就是每回咯，啊，成尾就是那当尾刷牛。好。请你给我一个指示，拜托你。新杯，新杯。是已经有指示啊，就算讲无摕到宝藏，你嘛袂使甲怪，一定符合你另外一个路通互你行，知无？好，长尾刷牛，请饲落。哇！什么叫欢喜啊？你啥啦？你无摕到宝藏，哪会叫欢喜？无诶。拢无，要紧。你徛较头前，啊，徛到头前。是迄两个可以做破手咧，炸的。什么2个、4个，一人一个。来，咱分一下，咱金5块。阮算到即马无着保障欢喜，才安尼啦。我第一个拄着。我感觉吼，这过程上重要。恁过程讲真侪台语，学真侪物件，安尼是毋是就真好啊？啊，后摆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讲台